行路對於大部分嘅中風康復病人嚟講，都係至為重要嘅一環。今一集我會為大家介紹幾份研究嘅結果，包括有咩指標可以推斷到病人可唔可以恢復到喺社區自由行走。若果唔可以自由行走嘅話，又有啲咩嘅替代方案可以等我哋嘅中風病人最大程度咁樣重掌佢哋嘅生活。喺2023年，澳洲悉尼大學嘅 Louise Eder 教授總結咗幾篇系統性文獻回顧，根據佢哋行路嘅速度，分類咗3組中風嘅病人。第一組中風病人係行得最快嘅，每秒步行速度超過1.8米。佢哋屬於不受限嘅社區自由活動群組，佢哋可以獨自喺唔使陪伴嘅情況下，喺社區進行購物、娛樂、消遣等等嘅活動。第二個群組嘅步行速度稍微慢一啲，每秒行到1.4到1.8米。佢哋屬於受限制嘅社區活動群組，佢哋可以照樣出到去自己嘅社區進行活動，不過就要少少嘅輔助，例如有屋企人或者工人姐姐一齊出街。第三個群組就係步行速度每秒慢過1.4米。佢哋雖然可以喺屋企行走，但係因為好難行到遠路，大部分時候都好難出到去社區。第三個群組嘅中風病人最值得我哋去關注，因為越少出到去社區，就代表佢哋同外邊嘅世界越受到隔絕。長遠嚟講，呢種隔離嘅環境會影響到佢哋嘅社交能力、整體嘅體格同埋心理健康，對長遠嘅復原亦都會有進一步嘅影響。而點解行路速度較慢嘅呢一班中風病人好難離開到自己屋企去社區活動呢？有幾個原因，其中一個就係行路對佢哋嚟講係一個極度消耗體力嘅活動。只要距離一拉長，例如去到戶外行走，行路對佢哋嚟講就唔係再係一種方便嘅交通方式。Eder 教授指出，喺第三個群組嘅呢類病人，應該善用電動嘅個人交通工具，例如 scooter、電動輪椅嚟作為戶外嘅交通方式，等佢哋可以盡量每日都出入到社區。由此可見，中風後嘅步行速度係一個好值得參考嘅指標。各位中風病人或者家屬，如果想知道自己中風後嘅步行速度，就記得揾你哋嘅物理治療師去查詢同埋做評估啦。